我现那会儿我有病，我那会儿结会儿就我们，冷没呗？俺这我现在钱我说会强迫这你了吧？你妈我让去做清白噻，让你妈单身去，俺们让普信呗，你妈让你妈给搞着清白，你们都对对怎么让苏丹你们都这话现在俺去做清白噻，因为让俺你们都对对怎么让普信呗，若不钱卡拉就哈喽，你这老板天门堵噻，因为钱啊土话钱卡拉噻，你这钱全没用完噻。Baby, be strong for me, be strong for us。让你个切动，你自动个切动，让你一定要坚强起来，让没就么答案，你脚土的，你让开脸切我，你到古边那就么个到啊地那落了，你土过，你让咋用过，让俺过啊，估计让俺过啊，你土那你们都得啊的，你顶我了，你让俺过啊，是了就点没别的我的钱。他就说俺们那个图你注意一下，其实也是担心自己的儿子们，怕我是那种拐卖的人，然后我把他卖走了，我不知道就是卖到那个西班牙去还是干什么没呗？他这就正常嘛，都会想嘛，嘛嘞，也不落了图花清的，对，然后就是见了，对我见了他的妈妈、他的姐姐，然后他的侄子都见了，然后都很好，就是那种好人。不是说有多那种家有多好啊，就是那种家有多厉害呀，不是那种，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好人，就这样子。我问在这，杜丽可以关注你的 ins 吗？可以呀。OK， 大故事就是这样子。哪里啊？住对子嘛？你就是我买了个那种红酒嘛，就是那种香槟，小香槟，这一套钱有个小香槟金月币，然后再买了个花，我就过去见他嘛。见的时候，就是还很好，这下就是那种很普通的那种家庭，我这下，我的你图就是很友善吧，就是很友善。我在这大概说一下就好了，换衣服该出门了，嘟着一下 OK， 好的可以再聊20分钟我就出门，因为我妆化好了嘛，把头发一绑，然后我就穿这个衣服吧，那我那卡来说行，哪里要卡来买不起，我想带个那种那么东嘎呀热说什么的，卡来是第一次我们要去那个山上看烟花的时候花得开了线那图里面烟花个的烟花爆竹，我的嘟着有个小呆毛，好可爱啊！这个是吧，爹地，是吧？是不是很可爱？然后就这样就见家里人啊，都挺好的，都挺好的，就是感觉都挺好的嘛。他们这阿家的米要显那灯嘛，就是那种观摩艺术品情呗。我们俩在那个阿家的是啦，抓起了他妈挺好做事啦。我们在那个阳台上抽烟嘛。阿家的没得俺过最不得那的，干的我不都等呗，不是那种的钱米大的说说嘛多啊，就是那种观摩艺术品情呗。那些等呗，我那就是那种好的、很善良的那种眼神，我这下，那最不得的。然后我们俩去那个阳台那边抽烟，阳台抽烟的时候就是阳的灯呗，就是很近嘛，就两个人都是站起来的，他妈天掉了。那些他也不些米的、怒的、卡的，那些要些灯呗，这些灯呗，咋的？这些要些灯呗，就是那种这啥，这啥。汤不得让你接拉萨，让人真你接拉萨，第二差不啦。然后去那个阳台抽烟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神里就是一直在有那种夸赞的那种眼神，然后一直在看我，那我就觉得很不错，森妹妹，很欣赏的眼光。对，在读本科还说我在读硕士。姐姐，那个香水是你发过来的还是国产的噻？这个我调是我在布达佩斯调的原香料是从布达佩斯调的，但是厂家不是在欧洲找的，是在国内找的，因为在这找不到厂家做这么大批量，然后运过去还要一堆运费，没呗？运费还是很想听那天晚上头颈到妈妈第一次开门之后噻，这个真的别说了吧，就是因为这个我其他那个号别的或者永久封禁送没白的，喜提一个永久封禁就好了，别再提了。你们不知道我的唇印啦都生气，我弄点不大，我弄点些，这立即卡起个是，
这来不及开始个，地缸里啊，你让去过嘛的地缸里啊，你闯单这过来第7个的噻。然后这来不及开始个，虽然让这公司钱不给单，这负责人是不是这钱我买的嘞，所以中所的写我的嘞，然后给这写做到好3.9万钱月的永久封禁钱呢，他肯定是啊，什么办啊？谢谢单茄子没说完就对，对啊，但其实没什么的，其实没什么，就是在家里，就是在家里弄了呀，差不的，俺们俩呀，来书上就直接提裤子呀，妈的，做不的，对。我的人，对过去呢，多说俺对过呢，我这个是我的直播号，顶俺贴东西啊，跟个人，大家关注一下对过去呢啊，我的是的。他没有意见嘛？他有意见，他是一个醋坛子，他很容易。但我是单位听说他好嘛的，这是啦，然得若不需要是啦，但你给写嘛？这他问我在布达佩斯有谁朋友若不需要是啦，你了吧？米拉有的，米拉还古的，米拉你米点饼，你嘛你看米的，米拉你把单的米点吧，你米拉有的，你米拉明白起没若不他们铺嘛的，但除了米拉和阿丽娜以外，其他朋友全是男的嘛。你玩的好的那些全是卡莱迪，啥？但明大姐姐说，当然没了，但中些要没了，有人不看最过那个中，我最明姐妹，或者明多单叫个明多上姐妹呗。叫米三 ，yes， 对我就是要说叫米三，对，我就是要说叫米三啊。叫米三明了53，你我53的没了明我那真叫米三明姐下米三你按这乱，你若不是没上铺里了不是？这啥？当然，或许你们都找我钱没用啊啥？铺你们都找我钱没用啊啥？你按这乱，看着人你妈得来这个对子嘛？或许我说，好香啊！对，不过寻去不过妈家给苏姑干吃不起没呗？我们也吃面苏去没呗？啊！我的天呐，太好闻了！什么行不啦？俺的光他困在捏过什么的，我怕我穿了的话，俺不嫌他钱，俺说会强迫这你了吧？你妈俺让去做清明事，让你妈单身些，俺们让普信呗，你妈让你妈给搞到新呗，你们都对对怎么让苏丹你们都找我现在俺去做清明事，因为让俺你们都对对怎么让普信呗，若不钱卡哇给哈喽，你这老板开门堵啥？因为钱啊土话钱卡拉塞，你这钱全没用啊啥？就这样子，他就是个醋坛子没办。其实我还挺能理解的，但第二因为我也不喜欢他有那种亲密的女性朋友，我也不希望他有。俺得切磋那生门度，我得人，是吧？对他真的很认真，是啊，他真的很认真。那可是他 ，OK， 他的可是跟那嘴了。然后我们两个从那个机场分开的时候哭的呀，我那气说是我们就真的是哭得像个狗一样。我现那会儿我有病，我那会儿这会儿就我们，冷没呗，俺这在母亲对吧？然后他也准备哭了没呗？没就这些那嘛，听就着情嘛，这些让他就。结果没呗，那都但没就他唱了一下，没是那唱不接不掉了，那我那咕噜是那都看见点没呗？你咋老的？那我那都看的，没就嘛小着就是吧？哎呀，结果没呗，说这话了。基啥的 ，OK，baby， be strong for me，be strong for us， 让你给切动，你自动给切动，让你一定要坚强起来，让没就嘛答案，你脚土的，你让开脸切我，你到古边那就嘛个到地那落了，你土过，你让咱用过，让俺过啊，估计让俺过啊，你土那你们都得啊的，你顶我了，你让俺过啊，是不就点没别的我的钱 ，OK。他知道你是造作的吗？他肯定知道呀。我的是的。想知道你们俩，但这个故事早就已经结束了。但你可是从我心里面的这个上了呗，就是从手机上认识的呀，就是从手机上认识。那刚开始就是没有什么好感，后面就是日久生情，亲呗。他就是那种日久生情的类型，这下，因为他不会说，看点鲜活行嘛的，藏不落情呗。他都是用那种行动去给你看他有多爱你 ，yes。那然后我们明天直播的时候，我明天又给大家说一个我们在这个旅行中发生了一些很离奇的事情。我当然谈的克里前用给有状态的就慢慢想起来了下。
他比较写那么样级别说的多啊。最后我觉得24岁，他眼睛里全是意思，大家能看出来吧，对吧？他就不会说你得写心眼明着嘛的，米可能这嘛的。其实你细个讲呢，我们两个非常的互补，我们俩的那个性格非常互补且，因为他是那种很安静，别只有差不些那么看着起来呢有我是看没有别点这。俺的呀，我是那种自己非常有想法的人，你一定要跟着我的节奏走，是没有？我得啥？就非常互补。然后我们俩的爱好又非常的搭，你爱好他们恰起干起没有什么呗？然后我们俩去酒吧的时候，他一直是别的可能他们前面 OK。然后我还要给大家看一下，在西班牙直播时候发现对吧？就是这样，平时可能细心些，然后你也三码呗，你啷主耳的，就是那种小事情，你啷主耳的，就前面有那种水坑，这去脚这边，然后我不是穿高跟鞋嘛，高跟凉鞋得空嘛的，然后他一定会看着我的脚要跨过那个水坑，他不会说看见去多了不然，但俺赢的打，可力气他去多了不然，不会哦，米花的带地呗，我的2只腿跨过去了，他才会说过去那呀爹的，现别的话你刚把这些带地的，就是那种小事情上面真的就是非常的贴心，没呗。独立的 ins 网名是什么呀 ？Cardo KARDOLLL， 我的那个大号上面有，大号感对的，你大号给我给 tag 的感 t i o r i IG， 是的。我的新鲜的原因吧，我觉得这个和新鲜没有，他人就是这样子的人，没去过的呢。你也得哦，人家拿掉嘛的，看现在我找不到我那种，你大把你嘛啦，来咱们你不去呀？看来那睫毛膏嘛你不去，这皮革嘛你不去嘛你，大家知道吧？平常对于那个大把家拉车去或者去钱是累没呗？底克瓦多皮克瓦多了，然后看现在你底克瓦多了不啦？他在那边躺着，然后他生病着，我也生病，他躺着去跌掉了，底克瓦多了不啦？大咖里亚啦。他不知道在哪，然后他去帮我找了没呗？我没有让他帮我找哦，你也没让了，我还猜着他了我们的，你也知道，但你来找你们多，他花了呀，你花下不来，现在冷没的，你花下不来多少是了，然后他就起来帮我找了，就是那种没呗，就是我们俩去喝水的时候，你也三码的，去那种餐厅啊什么那种，我就说，缺没路不接，三点了不啦？但我不是说让他给我弄水没呗，但他会直接把那个服务员说，他去路的是冷没呗。他会把我的需求放到第一位，我就觉得真的很不错呗，很不错。你个场落看见了啊，俺让自动地狱的，俺让搞不地狱的，脾气气狱的，搞不这狱的，你得这冷嘛，就是给你展示没呗。刚刚说不要说的是什么事情啊？需要荷兰租房的可以找我噻，我不需要在荷兰租房，谢谢。行动派，对，就是行动派，是的。姐是什么时候开始留学？我是24年开始留学的。这下他是1月份的，我不知道什么星座，因为我不怎么信星座，没呗。但我戳的多给看那啥。我想给你们看那个，等一下，我从 iPad 上第一挂刚没挂。最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然后我就准备出门了，好吗？通对，回来了。看不到人的话，出去再进来一下。但我那举动不太多，起码给这些么先别说，就掐一下我那股背出去。看得到吧？对吧？我们俩去酒吧的时候，全程他都是这样子的，对吧？看，是不
不是很黏腻没呗？黏差不咸那会儿没呗？白的口对，他就是一直这样子没呗？然后我们两个骑自行车，在那个海边骑自行车。我们两个骑了400块钱的自行车，我那尿不然没呗？等个的大街呗，就是沿着那个海岸线骑了2个多小时，然后地址下是二维码扫码电动车，扫了400多块钱人民币，他扫了400，我扫了400。对。对，我们现在变成异地恋了，异国恋。你的嘴巴在干什么？我在慢3点了就掉这个。但你拿掉的对什么？对呗，这动作的了对的。好可爱哟！是吧？是不是很可爱？对，你的老夫老妻，你真的是爹地没呗？我们俩就是那种老夫老妻。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对，他把我送到那个安检口，因为他是在那个 terminal 1 terminal 2 terminal 什么航站楼，因为我是1号航站楼嘛，然后他要去飞荷兰的话，他是2号航站楼，然后对的，先拿或者拿掉，等个你家了或者，拜拜是啦，对的，然后就是哭完了之后这。但非常轻松啊，同在轻松啊，但是用过这段，他会探出一个小头，对，哭的呀，我那会儿，那些弟妹们，日东啊，是不是很可爱？日东啊。对啊，你见。OK go， 拜拜。OK。对。你就说着起，就是这样子，俺打的，这些都是对吧？对，就是哭哑了嘛，声音都哭哑了，知道啊？就是这样的。国内怎么当埃及朋友们的事？但这个你不能在直播间里问哦，因为，对，检测过还是这你。不是那个吗？郑源就是不一样噻，知道啊？他真的，我哭死是妹妹。你妈这楼下的啊，我会嘲笑这种人妹妹。他真的我哭死了你婆母这里啊，哈，好恶心呀，死人妹妹。迷信别跟这个，他真的我哭死了的。当然我现在就变成那个恶心的人，他真的我哭死噻的。锁住姐姐99噻，去荷兰留学吧姐姐噻。我毕业之后，我们俩准备住在巴黎没呗，然后那个时候就可以那个。你们还没有看到阿拉瓜，还是等于说但是你点，但不能所有都一起给大家看没呗。
然后他去做头发，我们一起去做头发的时候，他不是病着的吗？全都打嘎干活掐着那个掐碎些点没办法节目，他的3单节目的时候真的是低着的，从死亡的那种线上回来之后，那个软件长什么样啊？是啊 ，Instagram 吗？你说的是 Instagram 长什么样子吗？OK， 那个打火机的礼盒是他送给你的还是你送给他的啊？三那个没有，那个不是送的，那个是我们在那个店里面拍照，我没有买那个打火机礼盒店 Nude Project。OK， 然后我去困，然后戴个项链吧。但你德国就不咋地就大些那几下，多年了，多年不行了，后面呗。啊！他是学生吗？他不是学生，读错。然后现在拉萨的代购的东西有粉底液，还有唇釉就是现在对的。我腾今天前我说了2个小时有了吧，然后没有补吧，对的，嘴巴还是亮亮的。这的话我没有补吧。等你化完妆之后我就没有再涂了吧，你看它就是很持久，然后也不会拔干，也不会吸收，因为唇釉看起来吸收型的不会很拔干吗？然后就是这个，然后唇釉还有那个粉底液都是每人限购一支。期待您的 YouTube。哎呦。粉底液是欧莱雅的这个，然后这些代购都是在拉萨有，然后有个自然色和有个稍微亮一点的颜色。代购你们找那个你主页干的恩个什么多几个送来我给姑娘啊你姑姑钱就恩个什么多我的给钱安着哪路才能的给钱安着哪路有的容易掉色吗？啥？这个不会掉色，只要你不去蹭它的话，就一直会这样子戴着，对的。OK， 再试下，当然自己钱了那些。不是，你几 K， 然后我拿了他的 T 恤，明白 ？T 恤，是他在家里穿的 T 恤。好香啊！对，不过寻去不过妈家给苏姑干吃不起没办，我们也吃面素去没办。啊！我的天呐，太好闻了！什么西木啦？俺的光他困在年过什么的，我怕我穿了的话，俺我那现在听没办，第个2年我那什么接力生病。你的骨架真小噻，能看出来吧？我真的骨架很小很细的。OK， 我项链大我戴项链嘛，戴个这个小的，还是不戴了？我项链得没？具体大干嘛大干？姐姐 IG 号和抖音号同名吗？才不是 ，IG 号是 KARDOLLLL。你坠入爱河，姐姐都是好受，羡慕死我是，但我可能是48，现在是48，我能感受到我已经掉了几个下，第自己撒下，你也上点性别的，我不想戴这个，但是我戴别的的话，我就找不到那个怎么办？你们都的，但你心里想哪怕录取了，但把这有点好说，我轻易中路的算了吧。OK， 戴，但是我找不到，我不想戴刚刚那个，
机器人都打机器人到你是这些没被哪里啊？继续啊！哇，我这边书是听没些。哦，香水，涂香水。哦，我买了那个凯莉的那个新香水。对，凯莉的那个新香水不是有3款吗？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香，但那3款香都不是我很喜欢的香，妹妹。这个就是它3个里面就算是还可以的一款，妹妹。对，今天涂一个新的吧。哦，对不对？定子起，它这应该，它这。OK， 对，凯莉个啥不的，只是那个新款。盒子的你怎么对？你可是你西班牙的牛皮，从那个免税店买的。好闻是好闻，但是没有那种哇，好闻啊，3点多，蛮好闻的。这个算1点吗？噻，我就已经算1点了，因为你们不知道我平时喷香水喷的很多，妹妹。米菲，哇，我就带个卡吧。那我是没听啊，我免几塞啊。督促你们觉得我要吃个药吗？吃一个吧，吃1粒。我原本捏的起啊，那这在面起啊，因为我怕我等一下痛经，妹妹。这起过吧，这起。我卡拉塞，那我要吃这个药。这个是对，这个就是那个布洛芬，就是止痛的呀，止痛经，对。带着，你哪个的大几个色米哪个你，可是你们看卡拉什么？面包蛋的这个么多的3点没办？戴个耳机。OK， 带你好过去困。二数可不多。卫生巾别忘了哟，是 OK。卫生巾3句那月不多啊，盘门图。3句那月不。听到吗？我们俩去见面那个地方的话，我走路10分钟就到了，真大这个。然后我走路是空啦，然后就很快，走得很快。但我手机没有网，我真的有点搞笑是噻，真的有点搞笑。卡达考瓦的去路呢，但你不知道。国外有卖中国药的吗？没有，这是我从国内带过去的。布洛芬的被箱子或者提没被你。布洛芬我当饭吃，撒些不是哦，大家不要学我，不是这样子的，不能这样子。只是俺拿不到俺肚里去搞不见没，我不会忍着剧痛没呗，我会直接吃药。那着去怎么可多或者没色没呗。OK， 哪的？对，你对，俺地动到摸鱼爽。啊，我也会的，不要当饭吃，布洛芬不能当饭吃哦。啥钱呢？我只是跟大家说我会吃很多嘛，然后大家想想，我1年都不会回去，我肯定会带很多呀。带个项链噻，我那几个东西呢？我不知道我那个项链放哪。你们都哦 ，OK， 你好告诉，你那有的。对，可是俺能住哪落了呀？你妈毕姐的那下吧？
读着是要回西藏吗？才没有，一天我会吃3粒，不然疼的。对我也是。我嘞，你也来送3瓶。后面头发就故意剪那样的马萨。手机卡我有，但匈牙利的手机卡我不知道在哪儿。你店铺才这个下边可以的了，但先不找了吧。跳嘛。OK。对，这是大超多耶。当年，那是落地赛。OK， 走。哇，你地米花下了。Where's my fucking key？ 地米。到底我得热，妹子机加了么你撇点没办？充电宝不用带，因为我手机有电，而且我不用直播没办。马奇诺马突然间就不能直播了。卫生巾能带我们出去吗？咋不能哦？你地面你们读，但是说都是专业们着，书检查，拜拜，读着，我结果嘛的，看的是那讲不啥不起来啥嘛的，没地面们读，你么你挂件没用了呗，确实，打住。我把当个脚装，拜。拜，带下药嘛这带不了，没网，手机没网，明天见，是你图用。你地米花啥不然？鞋子是我的 Rick Owens。拜。是你图用，拜。